江湖傳聞話，屯門嘅生意一直係新義安社團獨霸，其他社團基本冇得插手。佢哋可以有咁大嘅成就，關鍵就係因為屯門有個重量級人物側頭松。佢平時出嚟面黑黑，唔多笑，但其實係個重情重義嘅人。喺新義安入面，佢係最有份量嘅屯門之主。側頭松原名黃天送，1960年喺香港出世。自細就唔中意讀書，成日喺街邊同古惑仔群埋一齊。小學都未讀完就停學，直接加入咗新義安社團。黃天送雖然年紀輕，但佢人高馬大，打得之餘仲好有膽識，喺江湖之中闖出唔少名聲。每次社團火拼，佢都係衝喺最前頭，所以喺1975年同1977年之間2次入獄，當時仲未到20歲。新義安當年喺屯門一帶發展得好快，臨境大總管攻佔咗屯門之後，一直穩住個地盤。後嚟和姓和嘅人轉會加入新義安，進一步鞏固咗屯門嘅地位。但隨住時間推移，屯門呢邊嘅水越嚟越深，吸引咗其他社團上嚟分一杯羹。80年代，聯英社嘅一位大佬嚟到屯門插旗，帶住幾十個馬仔嚟拓展業務。聯英社係由鬼腳陳林創立，陳林係蔡李佛拳法嘅宗師，招牌係可以凌空飛踢7腳，江湖人稱鬼腳陳。佢手下有陳林18，個個都係武藝超群嘅高手。雖然陳林後嚟已經唔再管聯英社，但聯英社當年喺江湖嘅地位曾經無人能敵。80年代尾，聯英社嚟屯門爭地盤，但當時新義安已經係香港最大嘅黑幫，點會怕佢？於是派咗黃天送去解決呢件事。嗰日，黃天送約咗聯英社大佬喺雅麗居談判，雙方人馬晒馬。談判過程中，言語越嚟越激烈。黃天送一聲令下，新義安馬仔傾巢而出，雙方打成一片。黃天送為咗上位，手持一把大斬刀，直撲聯英社大佬，銳不可擋，嚇到聯英社嘅馬仔驚心動魄，步步後退。最後聯英社大佬見無力抵抗，只好帶住馬仔狼狽逃跑。雖然擊敗咗聯英社，但聯英社打響咗第一槍，就好似俾14K 社團一個信號，大家都知道屯門呢塊地有利可圖。14K 嘅豬嘴熊作為先鋒，帶住200幾個馬仔殺入屯門，想趁機擊潰新義安。呢次大戰喺屯門嘅一條巷仔入面爆發，兩邊人馬各執刀棍，打得非常激烈。黃天送同佢嘅生死兄弟黎志強並肩作戰。黎志強比黃天送大2歲，19歲嗰年已經成為新義安嘅紅棍，係當時最後生嘅紅棍。兩人雖然係同門，但平時唔太和睦。不過為咗對付14K 嘅威脅，佢哋暫時放低恩怨，合兵一處。豬嘴熊喺14K 社團入面係老將，單打獨鬥對住黃天送同黎志強嘅聯手進攻，毫無畏懼。黃天送見一時之間搞唔掂豬嘴熊，決定先處理佢手下嘅打手，令到豬嘴熊自亂陣腳。黃天送喺戰場上逐個擊破豬嘴熊嘅頭目，最終遇上咗豬嘴熊最得力嘅戰將發哥。發哥知道黃天送嘅意圖，但自信可以同黃天送一戰，結果喺一場激戰中被黃天送擊敗。豬嘴熊見形勢唔妥，只好帶住手下撤退，但佢心有不甘，打電話向元朗嘅14K 頭目四眼強求助。四眼強喺元朗係14K 嘅大佬，帶咗200幾個馬仔嚟支援豬嘴熊。豬嘴熊捲土重嚟，黃天送同黎志強知道冇勝算，於是請求新義安高層派出援軍。新義安嘅御林軍泰生帶住200幾個馬仔趕到屯門，喺泰生嘅指揮之下，黃天送同黎志強再次擊敗咗14K 嘅進攻。泰生本身就係老江湖，佢一到場就穩住全局，啲馬仔士氣大振。戰鬥持續咗幾日幾夜，雙方都傷亡慘重，但最終14K 嘅人馬頂唔順，開始後撤。豬嘴熊見大勢已去，只能再次撤退。喺屯門嘅防衛戰中，黃天送同黎志強嘅功勞不相上下。
但社團高層將屯門之主嘅稱號俾咗黎志強，因為黎志強資歷較深，黃天送只能繼續喺黎志強手下辦事。黃天送雖然心有不甘，但表面上仍然服從，繼續經營自己嘅地盤。黎志強上位之後，培養咗畢榮強做接班人。畢榮強辦事上手，地位逐漸超越黃天送。呢件事令黃天送心生不滿，對黎志強嘅怨恨越嚟越深。畢榮強係個聰明人，佢知道自己嘅上位得益於黎志強，所以對黎志強忠心耿耿。每次見到黃天送，都用一種居高臨下嘅態度。呢種態度激起咗黃天送嘅怒火，但佢一直忍忍冇發作。1990年，黎志強因為手段太狠，被捉入獄7年。黃天送趁機蠶食咗唔少地盤，事業蒸蒸日上。佢開設咗幾間夜總會同埋一啲地下賭場，屯門嘅生意俾佢做到風生水起。黃天送每日帶住手下四圍巡視地盤，睇住個個場都人頭湧湧，心入面有種難以言喻嘅滿足感。喺呢段時間，黃天送唔單止喺生意上大展拳腳，佢仲積極擴大自己喺江湖上嘅影響力。佢開始結識唔同幫派嘅大佬，逐步打通關節，令自己喺社團內部嘅地位更加穩固。黃天送尤其重視同一啲有實力嘅外地勢力合作。佢知道要喺香港呢個風雲變幻嘅地盤上立足，單靠自己係唔夠嘅。黃天送亦特別擅長搞人脈，佢每年都會搞大型聚會，邀請各方兄弟嚟到屯門飲酒暢談。每次聚會，黃天送都會設宴款待，睇住各位兄弟開懷暢飲。佢自己就喺一邊靜靜咁觀察，衡量每個人嘅實力同忠誠度。喺呢啲聚會中，黃天送唔單止穩固咗自己嘅盟友關係，仲招攬咗唔少有潛力嘅後輩。黎志強1997年出獄，但昔日嘅得意門生畢榮強已經穩住地位，黎志強只好另覓出路。佢嘗試同大陸一啲商人合作，搞咗幾單走私生意，賺到唔少錢。但黃天送一直對黎志強心存敵意，覺得佢喺出獄之後仲有能力威脅自己嘅地位。同年，黃天送同黎志強因利益問題再次起衝突，黃天送決定要剷除黎志強，獨霸屯門。1999年，黃天送派得意門生肥節去東莞伏擊黎志強。黎志強喺酒店門口被 AK-47射擊，雖然執返一條命，但成咗終身殘廢，行動不便，只能喺輪椅上度過餘生。黎志強出院之後，決定退出江湖。但黃天送嘅麻煩並冇因此結束。畢榮強對黃天送一直虎視眈眈，佢認為黃天送當年趁黎志強入獄撈咗唔少好處，心中非常不滿。喺黎志強退下之後，畢榮強更加囂張，甚至想直接吞併黃天送嘅地盤。為咗鞏固自己嘅地位，黃天送開始同金三角毒梟接觸，想喺生意上擴大影響力。佢去咗幾次泰國，喺金三角同當地嘅毒梟達成咗合作協議，佢哋幫黃天送提供貨源，而黃天送則負責喺香港進行分銷。呢次合作令黃天送嘅地盤生意更加興旺，利潤滾滾而嚟。黃天送知道呢種生意風險極高，但佢覺得只要小心處理，可以喺短時間內大賺一筆。佢開始加大投入，甚至安排咗自己手下嘅核心人員去泰國學習點樣管理毒品生意。黃天送覺得呢種跨國嘅合作係未來嘅發展方向，只有不斷擴大地盤，先可以喺江湖上立於不敗之地。但黃天送並冇意識到佢呢種行為係玩火。2005年喺一次例行巡視自己個場嘅時候，黃天送喺阿姆斯特丹街頭俾人伏擊。當時佢正喺度同幾個手下講數，一台黑色嘅麵包車突然停喺佢哋面前，幾個戴住面罩嘅大漢落車，拎住 AK-47 對住黃天送就掃射。黃天送當場喪命，結束咗佢嘅江湖生涯。黃天送死後，肥節將佢嘅骨灰帶返香港，喺紅磡殯儀館為佢辦咗一場風光大葬。
新義安內部有人感慨黃天送一生為社團出生入死，但最終客死他鄉，實在係江湖無情。葬禮上，啲兄弟紛紛表示對黃天送嘅敬意，但每個人心入面都清楚，呢個江湖唔會因為黃天送嘅離去而停止鬥爭。肥節喺葬禮上揚言要為黃天送報仇，但呢種江湖恩怨最後往往只係無盡嘅仇殺。肥節明白黃天送嘅死並唔簡單，背後一定有更加複雜嘅勢力參與其中。為咗查清楚真相，肥節開始喺社團內部同外部尋找線索。佢接觸咗唔少黃天送昔日嘅敵人同盟友，甚至親自去到泰國，想了解同金三角嘅合作到底牽涉到啲乜嘢利益糾紛。肥節接手咗黃天送嘅地盤，但屯門呢個風雲之地依然係暗潮湧動，各大社團都虎視眈眈，等緊機會嚟分一杯羹。肥節知道要喺呢個江湖上生存，唔單止要有實力，仲要有智慧同眼光。佢開始重新整頓黃天送留低嘅勢力，提升馬仔嘅訓練，建立更加嚴密嘅防禦網絡。喺呢段時間，肥節展現咗佢過人嘅手段。佢唔單止將黃天送嘅地盤管理得井井有條，仲開始同其他社團進行談判，建立起短暫嘅和平局面。肥節深知長時間嘅仇殺只會令雙方元氣大傷，唯有合作先係出路。佢甚至同昔日嘅敵人聯英社重新建立聯繫，嘗試喺生意上合作，共同對抗14K 嘅擴張。肥節亦意識到自己嘅勢力雖然暫時穩住咗，但要真正喺江湖上立足，必須要有新嘅發展方向。於是佢開始涉足合法生意，投資地產同物流，希望可以通過合法生意洗白自己嘅背景。肥節覺得只有咁樣先可以為黃天送報仇，同時為自己嘅將來鋪路。黃天送嘅故事喺江湖上傳為佳話，但最終都係一個悲劇收場。喺呢個講求成王敗寇嘅世界，英雄往往都冇乜好下場。而肥節接過咗黃天送嘅旗幟，開始咗一段新嘅征途。呢個風雲變幻嘅江湖注定唔會平靜。